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礼拜六就是旧历7月初一。7月时有真侪人特别爱听鬼仔故，爱看鬼仔故事主题电影，认为讲安尼较有气氛。若讲到鬼仔，过去有一段时间电影嘛，就是惊僵尸主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僵尸的僵，读科永腔第一条，有人读做僵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僵的意思，就是人死了后无烂。咱讲僵尸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拄则讲到僵尸，意思就是人死了后，因为待伫较焦燥的所在，有的是加放防烂的设备，造成尸体袂烂，或做僵尸。第二个词就是僵尸，咱台语有人讲是阴身，有人讲是阴尸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过去一段时间，香港就是惊搬僵尸主题电影。阴身穿清朝官员的衫，四界掠人死活。也毋过这是民间的传说，伫咧现实的世界，特别是湿气较重的环境，尸体要保持袂烂，应该是无啥可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腔，有人读做僵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